台南人的这个嫁妆是最丰厚的啊，但是其实以林志玲的知名度跟她对生活的简约的程度，其实她也不是要这个风光的嫁妆一牛车。不过结婚毕竟是人生一件大事了，那我们台南当然是好客，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备给这对新人的嫁妆上要费一番心思。那如果说就是一样最推荐的事情，因为我特别注意到林志玲的先生 Akira 是日本人。一定吃月光米比较习惯的，所以呢，我们当然就是台南有最强的月光米，我们就会把这个月光米当做其中的嫁妆的一个强项。那我们会把台南的月光米放进嫁妆一牛车里面。那至于还有其他的，譬如说我们东山有龙眼干，也祝它早生贵子啊这一类的吉祥物一些好漂亮的一个枕头啊，我们下有蚕丝被，有蚕丝枕头，我们可以送他这些。总之要跟台南的物产、跟名产、特产、农产扣连在一起。那一方面让他也知道说自己，让他的先生知道台南的女儿备有这么多实用的高贵不贵的这种农特产品。一方面也替台南农特产品打一点知名度。是你要说他那个月光米，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后壁人。是当然最强的月光后壁，对啊，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去请他去看昆宾伯或是看《俗女养成记》啦。但是事实上，在后壁的月光米本来就是经过这20年来，强力的这个做得很好，而且让这个栽种的培养的非常成功。要不然日本的月光米是日本引以为自豪的。所以呢，一方面后壁也扣连着林志玲的故乡，那后壁也是有优质的米。所以志玲行销后壁月光米那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有签订保密条款，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客人的隐私也是不方便透露。更何况我们有签一个保密条款，所以就很抱歉。那我只能说，目前的公开的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昨天已经正式跟南美馆签订他们的场地的租赁合约。那租赁的时间是从他们闭馆之后5点钟开始。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可以对外讲。那所有的餐点是从你这边供应？细节不方便对，但是我最大的原则只能说，我们有被委托的部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去帮我们台南跟台湾做所谓的观光的行销，所以我们会把台南的元素放进设计菜色里面。那当然也要顾及到新郎他是静冈人，所以也会考虑到静冈的这个食材的元素。我最大的极限只能说，透过这次的活动，我们也不会忘记搭起台湾跟日本之间的这个交流跟观光的桥梁。谢谢。那就目前我们6日的部分，出场率的部分，现在我们这个部分是我们平常6日就几乎是满房嘛，因为我想不止我们家，台南地区的饭店大概在假日都是满房。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很早就满房。谢谢。能不能了解一下说，他多久之前就开始委托你？这个部分也是不方便透露了，因为都在保密条约那个有签订合约。不好意思。能不能谈一下，就是说有关于我们那个台南精英这一边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餐食？我想我们谈的应该不止餐食，而是说我们台南精英跟其他饭店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叫做全方位顾客体验的组织。那么只要有任何的客人 ，OK， 他们有委托我们，就是量身定制的不同的活动、会议或者是婚礼的话，我们就会动员这个组织，然后呢量身定制去做到使命必达。所以这一支是属于客制化的。对，客制化，特别客制化。在昨天下午，他们委托的精英饭店已经跟南美馆有签约了。是。那我们现在签约的那个整个一个状况，它使用的区域是哪里啊？它使用的是美术馆的一馆新建栋的部分，不是古迹区的范围，就是中庭。对，在中庭的部分了。中庭跟后面那个新盖的那个。对，就是在新旧栋的中庭的这个空间。对。那这样一个面积差不多多大？这个要确切量一下。那另外就是说，明否这个部分呢，
哦，明火这个部分都有在我们的规定里面已经都有告知精英酒店，很清楚，是。所以他们就是主要就是不会使用到明火是属于偏冷式的部分。是的，因为我们那个空间不大，所以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的人数大概跟我们讲的大概就是100多人而已。